你覺得我剪完頭髮有冇靚咗啊？Hello， 歡迎收睇阿 Shiba TV。之前嘅影片，我哋開箱咗靜岡機場兩間靜岡市區嘅平價酒店，仲分享咗靜岡市區嘅購物攻略，亦都開箱咗飲綠茶嘅店鋪同埋必食嘅餐廳。想知多啲，可以睇翻我哋呢4條片。而今集我哋會開箱靜岡市區嘅髮型屋，喺呢間髮型屋做晒剪髮、染髮同埋直髮都只係15,500 yen， 一齊睇下咁平會唔會中伏？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俾個 like 呢條片 ，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埋我哋個 IG 啊！首先介紹預約方法，我哋今次透過 Hot Pepper Beauty 網上預約髮型屋。首先喺搜尋位置輸入髮型屋嘅名，今次開箱嘅髮型屋叫 LaViv 靜岡店。輸入髮型屋嘅名之後撳 search， 第一個搜尋結果就係今次要開箱嘅髮型屋。之後撳預約，就會見到有唔同嘅優惠券。第一頁嘅優惠券係染髮同埋護理為主，而第二頁嘅優惠券係漂染同埋直髮為主。我哋今次想做剪髮、染髮同埋直髮，首先選擇12,000 yen 直髮連剪同埋護理嘅組合，再撳新增菜單，之後on top 再加3,000 yen 嘅染髮，剔選咗染髮之後，碌到落最底，確認內容之後撳繼續，再之後可以選擇指定髮型師。我哋今次加咗500 yen 指定河合佑介先生。河合先生有12年經驗，亦都係關東嘅總經理。佢係2024年12月中喺呢間新店工作，之後間唔中都會喺呢間分店，大家可以睇下撞唔撞到佢。之後選擇日期同埋時間，再登入 Hot Pepper Beauty 或者做會員就得。之後會簡單介紹一下呢間髮型屋同埋髮型師。LaViv 總店於2012年成立，總公司位於大阪，響日本有超過60多間分店，響北海道、東京同埋九州等地都有分店。我哋今次去嘅靜岡分店係2024年底開幕。呢間靜岡分店有5位髮型師，最有經驗嘅係啱啱介紹過嘅河合先生，但係河合先生唔係長住呢間分店。如果你嚟日本嘅時間係預約唔到河合先生，咁我哋會推介預約 Yoshi 先生，佢都好 nice 同細心㗎。我哋今次係自費實測呢間髮型屋，髮型屋就位於之前介紹嘅酒店附近。想知靜岡有咩平價酒店住宿，可以睇返我哋呢條片。行出酒店之後，轉去 Family Mart 嗰邊，之後過馬路，再向前行幾步，行到去呢間燒肉店就停。今次開箱嘅髮型屋位於呢棟大廈嘅5樓，呢個位行入去就可以搭 lift， 之後搭 lift 上5樓。一出 lift 就會望到髮型屋嘅 reception。首先要話俾職員知預約嘅詳情，亦都可以俾職員睇預約確認嘅電郵。之後可以去 reception 後邊嘅 locker 鎖起個人隨身物品。髮型屋都幾光猛闊落，入邊大概有8個座位。而髮型屋嘅營業時間係由朝頭早10點鐘至到夜晚8點鐘。星期二係唔開嘅。我哋今次預約咗星期日嘅朝頭早，一嚟到已經有2位客人，我哋逗留咗差唔多4個鐘，而嗰段時間都幾多人。鎖完嘢坐低之後，髮型師會問你大概想點整。如果唔識日文嘅話，可以用 Google Translate 嚟同髮型師溝通。去日本之前可以 download 定 Google Translate 嘅 app， 呢個 apps 可以翻譯語音、文字或者圖片，用法亦非常之簡單。文字嘅話，選擇好轉換嘅語言，再打字就得。今次我哋係預約咗剪髮、染髮同埋直髮。髮型師河合先生覺得我哋嘅髮質比較雙，佢建議今次部分整直，即係淨係整直眼周同埋頭頂嘅髮根位。我哋覺得河合先生都幾 nice 同細心，佢做每個 step 之前都會先同客人講聲，佢會先幫我哋整直，再染髮同埋剪髮。大部分都係髮型師自己整，淨係整直頭髮會同助理一齊做，而洗頭、吹頭會由助理單獨負責。首先會落直髮水，等大概20分鐘，洗頭吹乾之後再夾直，之後再用定型水，定型水會有啲冰凍，要喺洗頭位置等大概10分鐘，出嚟印乾之後再染髮，染髮上色之後要等20分鐘，洗髮之後再剪髮，全程需時大概4個鐘頭。而家影片望到嘅係洗頭嘅位置，入邊大概有3個洗頭嘅座位。
另外，呢間髮型屋每個剪髮嘅座位前面都有個 iPad， 有埋韓劇睇就唔使驚悶啦。整體嚟講，我哋覺得直髮嘅效果唔太明顯，可能係因為部分整直嘅關係，而染髮嘅顏色當日就未係好出，過幾日就會再淺色少少。好啦，今集嚟到呢度，好多謝大家收睇呢一集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集嘅內容，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，簡單留個剪頭髮嘅 emoji 就得。仲有記得俾個 like 呢條片 ，subscri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埋我哋個 IG 啊！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你快啲摸下啦，有冇覺得順滑咗啊？我覺得好似冇乜分別喎。吓？